那么在这里也说了，就是说是这个藏地的这些高僧大德们都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而且大多数的智者成就者啊，面见莲花生大师，得到这个莲师的加持啊、教言啊等等现象都是不可限量的，非常多的。你如果翻开那个给鲁派、萨迦派，就是我以前那个去五台还没有去五台山的时候，当时我翻了很多萨迦派和一些觉囊派和还有那个该举派的一些大德们的这个传记，其实他们都这个很多成就者的话呢，都面见那个莲花生大师啊，就是我们那个尼玛派的更不用说的，尼玛派的那个很多的这些大成就者也好，一般的这个修行人呢，要么是在这个梦中就是得见，就是念思，就是得加持观定的就是非常多的。前一段时间不说吧，算了。其实我还是有个很好的这个经历啊，梦中的经历，但是这个是萨玛耶那个是这样的。刚才我想说，我就顺便说一个其他的这个上师，以前就是我们学院当中有一个叫做花酒讲座啊，就花酒讲座的这个上师，这个是个很了不起的活佛，就是法王如意宝也是特别的，就是怎么说啊，就是这个经常啊，就是问一些这个法王如意宝也经常问一些事情啊，好像法王如意宝在他那德国话没有，就是好像有些时候是德国话，具体我不是很清楚的。我来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花酒讲座上是在这个学院里面，就那个什么那个法轮区那边，就是法轮区那边有个小小的这个房子里面，但是那个这个那个活佛的话呢，应该说是修正非常不错的。就是当时藏地，怎么说啊？就是那个文革期间呢，基本上是佛法的是全部已经隐没了。就是那个时候啊，就基本上看不到，就是一个人在这个学佛啊、念佛啊，就是如果发现也是确实，是可能就是很危险的啊，就是政策已经到了这样的这个时候。但有一次的话呢，就是听说就也是当时很多人就给我说的是真实的那个。然后那个活佛的话呢，有一天晚上，做一个梦啊，就是做一个梦，他好像我记得不是很清楚的，已经将近20年前的事，然后他就做一个梦嘛，就是有一次就是转一个深山，转一个深山的时候呢，他就转着就是爬山的时候呢，好像跟我们拉拢的这个山一样的，就是跟拉拢的这个山的这个包括一些小的那个树子啊，就小的一些树木的话呢，就是也是当时这个看见了。然后到了这个山顶的时候呢，就是突然就是打雷就是打的特别的，就是那种声音就是特别的震动。然后他当下呢，就是好像就是就这个自己啊，就是有一种这个开悟的这种感觉。然后他就慢慢转到这个山前，转到山前的时候一看那一座山呢，突然就变成了这个莲花生大师。然后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像呢，就是相当的这个威猛就是相当的这个威猛，闪这个发光，就是然后呢就是发出这个光芒，就是整个藏地这个学院呢就是变成这个就是就是这个光芒照耀吧，就遍满就是整个藏地和就是还有这个其他地方然后当就是早上他醒过来的时候呢，就是他自己就是从这个觉术和梦中就是各方面的观察的话呢，好像有这个佛法这个兴盛的希望。就是当天呢，就是刚好那个德巴堪波就是他就写了一个这个佛法这个兴世就佛法兴盛这个祈祷文，就是以前有一个大概跟那个门芬仁波切的这个什么这个教法兴盛这个原文呢，就差不多，就是内容可能就是就比可能那个多还是少，就是大概有这么多。就后来我们请求上德巴堪波就是写一个讲义，就是也写了一个讲义。当天呢，就是刚好就是他就说到就是这个因为当时德巴堪波也是就是特别一般是这个很隐蔽的，就是很害怕的，但是他就很发自内心的一种发愿，就写完了之后呢，就是寄给他，他就刚好这个说到这个原文之后的话呢，就是他跟很多人说就是说是可能就是我们这个佛法就是这个有这个在红的一种这个元气。后来的是那个活佛的话，那就是给我面前的是说过，就是当时我刚来的这个学院吧，我说是我是多摩寺院的，他说是你们德巴堪波很了不起很了不起他说你不要认为是一般的堪波，他说很了不起
一个特别胖的，就是他修正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老修行人，就是是说过，就是这些是确实是个真实的啊，就真实的。有时候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加持啊，就是不管是这个有名声没有名声，就是如于这个我们的很多人的这个心的时候呢，就是应该说是有各方面的一些缘起啊，就是会就是得到的。